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为了响应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新北市政府社会局与曼都发行树人家商及洪家军议员在树人家商共同举办捐发助癌友的活动。7月6号，在树人家商举办的捐发活动上，特别由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代表致赠感谢状给予捐赠者。每一束捐赠的头发背后都代表着特别的意义以及温暖。刘荷兰表示，透过每次捐发活动，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善的流动。每次的活动都将许多温暖的心聚集在一起。有曾走过辛苦的化疗路后回头帮助癌友的，也有单亲新住民带着孩子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每一束头发背后都有太多的故事，都代表着一份坚毅与温柔，如此的独特且让人暖心。我想每一年到的这个捐发的活动，其实都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花了2年的时间不烫不染，而且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头发才有办法在2年一到把这个头发捐出来，帮助我们很多癌症的朋友。因为这样的一个善举，其实对我们癌症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自己要对抗这个癌症的治疗过程以外，他知道有一批人关心着他，尤其有一个小朋友或是一个大朋友捐出他的头发，戴在他头上，陪着他来对抗这一次的这个挑战。所以已经连续8年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家军议员，那也谢谢我们的曼都，还有我们今天树人家商，尤其厉校长带领的团队啊。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爱心，它可以在每个角落发生。第8年媒合活动，同时也亲自出席捐发的洪家军议员表示，连续多年下来坚持办理及亲自响应，除希望让更多人看见这社会部分人的需要，让更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爱来温暖这个社会。夏天也是毕业季节，透过暑假办理捐发活动，鼓励毕业的学子可以用捐发公益的方式，作为迈入新阶段给自己的一份礼物，透过头发传递人之间的温暖，让爱不断的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我们连续好多年一起共同来做办理。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癌症基金会。那因为像在坊间我们常会看到有相关的团体共同来办理各种的一个捐血活动，但是捐发的活动，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比较少见到。那也因为如此，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上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也持续每年跟社会局还有就是我们的癌症基金会共同来推动这件事情。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现场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他即便人今天可能没有来到现场，但他也都已经借由相关单位，包含家居服务处这边，也都收获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剪下来的头发。那我想一点一滴就是累积地方很棒的一个爱心的能量。树人家商校长厉正南认为，在公益的参与上，学校站在教育的角度，不仅认同，更将全力支持。本次在树人家商校内举办，不仅在场地上能够让更多人参与，校内美容科专于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在设备及人力上均可提供支援。且在曼都专业设计师的带领下，孩子不仅能够有参与公益的成就感，更能够获得难能可贵的实务经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家军议员的号召之下，然后让我们树人家商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爱心大平台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那我想也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做爱心的机会。那我想让除了学生以外，当然也包括学校能够有不管是在器材啊、空间啊、人力啊各方面的一个资源。那我想做爱心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自108年6月正式启动，获得社会各界团体、公庙、企业及善心人士的响应。截至112年5月，共获物资及捐款总额市值达到新台币42亿7千万元，受益人次达到3682万人次。也期待透过此次的捐赠，能够抛砖引玉，吸纳更多社会爱的力量，达到善的循环。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在基隆有个温暖的生命故事，有一群视障朋友学习打击乐，组成目击者乐团。他们不放弃学习的机会，花很多时间，比一般人更努力的练习。一起来看他们勇敢打开内心的故事。这个由视障朋友组成的目击者乐团，近来参与不少社区活动。
用心演奏与表演获得了各界肯定。我们这次表演，其实这个已经是第4次表演。第一次我们就是音乐没有下好，然后我们觉得没有演奏好，非常的沮丧。那这一次也是一样，音乐没有下，但是我们已经有上次的经验，我们很冷静，然后请他音乐完全放对了，我们再继续。他们都是基隆市盲人福利协进会的视障朋友。在何碧珍理事长的鼓励下，他们非常勇敢地从家里走出来，组成目击者乐团。视障者在家里的话，当然比较枯燥无味了。你出来接触一些课程活动的话，当然每次出来都有不同的心情。不只是打鼓，就是从音乐下来到每一组不同的活动，然后大家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然后其实对视障朋友的视野跟合作心胸也会打开很多。这次练习成员当中，还有一位国际级的钢琴家许哲成。他说，与同伴一起练习，有一种温暖的陪伴感觉，他非常喜欢。互相陪伴的感觉，对，因为我喜欢热闹的氛围了，主要是人与人相处的氛围。对，那自己练其实就很孤单嘛。在家里比较枯燥无聊，出来的话就跟同才一起学习比较好玩。长期的学一段时间，说不定对我本身的钢琴也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对我也会有舒压的效果。生理上的帮助呢，就是运动平衡生理的结构会有帮忙。何碧珍理事长要特别感谢李新伟老师充满爱心与手把手的教导，提供各项资源，促成了视障朋友能够一起来成团练习与表演。这个视力交响乐的李老师是一个非常友善啊，我正想说，第一个去年是打垃圾桶，然后场域找不到，因为我觉得很吵，下面的人也是在抗议，然后李老师就是义不容辞，就是愿意提供场域，然后提供师资。对，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那他们也要做跟有看谱的人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收获蛮多的啦。是，对。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还蛮感动的他们的学习精神？有他们会非常认真，就是说，老师我这一句不行，可不可以再多讲2次？就是单独来问我，那我就单独处理，就是陪他们把这个可能不熟悉的句子，或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那我就陪他们一句一句拆解开，然后把它完成。从这群视障朋友的表演当中，不难发现，从练习到演出，一步一步都不容易，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理事长也非常鼓励这些视障朋友能够走出来，打开心胸，跟社会互动，感受社会的温暖，也启发更多人要珍惜生命与时光，即使遭遇坎坷命运，也要用勇气与智慧来面对，活出一片天。记者黄日升、陈淑平采访报道。台南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理事长苏明宙，为了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能多了解社交与西餐礼仪，特别举办了餐会，还邀请到30多位各行各业的精英到场陪伴，希望这些孩子透过学习观摩，将来出社会后能有所成就。台南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理事长苏明宙表示，他每个月都会与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聚餐，互相了解各业界的情况，希望借此成立一个互联网，让不同领域的行业能够互相交流。这个月的聚会正逢暑假开始，他也想趁这个机会，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提早接触社交礼仪，特别在这次的聚会活动当中，为小朋友安排西餐礼仪的课程。日保保险柜所成立的台湾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所主办，我们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办理。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我们西餐的礼仪，他要如何来用餐啊，这个对于他们日后走入国际是很有帮忙的。另外，我们在成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来介绍我们葡萄酒有不同的品种，有白葡萄酒，有红葡萄酒，有香槟。那我们应该怎么饮用？有不同的杯子。一般来说，品酒都只有所谓的这个酒类，然后做教学，都没有音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邀请了3位音乐老师，永福国小音乐班的音乐老师来演奏钢琴、小提琴以及萨克斯风。我希望能够把音乐
和美酒能够做搭配啊。那么这样子的活动，我相信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从来没有去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真的能够所谓的富而好礼。有的小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拿刀叉用餐，虽然不习惯，但也觉得非常有趣。第三，你学到了用酒杯，还有酒杯的各种样子。这些你过去比较不知道吗？又不熟悉这样。我也不知道。用餐结束后，苏明宙也赠送每位小朋友一份伴手礼以及500元的奖助学金，鼓励他们在未来要立志成长。苏明宙希望邀集更多企业界的好朋友，未来多关怀弱势家庭，共同创造一个善良及正能量的社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与牙医师公会常年合作，每半年就会安排牙医师进入幼儿园口检和涂氟。今年更有创新的基隆市幼儿多元活动“小小牙医初体验计划”，直接邀请大班幼儿生参访牙医院所，不止翻转对牙医恐惧的印象，更获得正确的口腔保健习惯和知识。帮恐龙刷牙喽，怎么刷才正确呢？潜移默化下，小朋友每人现在都很懂刷牙。我有学到要刷牙，因为我以前刷牙的时候才刷一下就刷完。现在呢？现在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我要练习刷慢一点，让我学会保护牙齿，学到很多知识，在这里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刷牙。还有，躺在诊疗台上的恐龙要看牙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牙医，诊疗室变为有趣的口味教室。议长童子伟很感谢市府与牙医师公会的协助，真的翻转小朋友对牙医恐惧的印象。我们从小就可以认识这个保护牙齿的动作，以后老了就不会缺牙。我想非常感谢这样子用心的活动，让我们每一间幼稚园都有机会来这个到诊所实际，让我们小朋友的体验以后就不会害怕看牙。像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看牙齿，我想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牙医师公会的能量，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跟协助。那也特别谢谢教育处的用心。常年与牙医师公会合作的教育处，今年大突破，推出幼儿多元活动“小小牙医初体验计划”。我们是以全年性的活动，在今年3到12月间，会有接近30场的活动，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亲自来到牙医师诊所来做一个洁牙的体验然后增加他们护牙的知识。那我们今年预计30场会有600位以上的小朋友在今年能够做体验。我们更期待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在毕业之前都能有这样的体验。期待就是基隆的小朋友未来每一个都牙齿健康、好好壮壮，让他们能够从小就保护好牙齿，老来就不缺牙。那我们基隆市牙医公会呢，全力的配合教育处的这一项活动。真的是全力配合，部立医院牙医科主任蔡婉如、兴隆牙医诊所林新阳及成美牙医诊所林建宏3位医生发挥创意，运用绘本、道具模型、桌游，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宣导幼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以后看牙齿会不会害怕？不会。好，每天要用什么牙膏刷牙？那浓度要多少？1000。哎呀，除了牙刷，还要会嚼的什么？牙屑很棒啊！从小保护牙，老来不缺牙。透过创新的计划，让更多的小朋友重视口腔保健，长大后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小小牙医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福和国中近期开设的暑期预热营，邀请到新北市各国小高年级的学生到学校进行职业试探课程，以化工群、食品群、艺术群，强调实际动手操作的历程。
新北市福和国中暑期娱乐营分别以化工群、食品群、艺术群开设职业试探营队，邀请新北市各国小高年级学生一起参加。福和国中学务主任林盈静表示，艺术群动画玩起来课程带领国小同学体验逐格动画的制作。福和国中的职探中心呢，我们开办的是化工群、食品群以及艺术群这3个职业的课程。那我们呢非常强调的是让学生实际动手做。那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办理的课程当中呢，在艺术群，我们邀请的是智光商工的多媒体设计科的吴慧燕主任来带领孩子。进行动画玩起来的课程。那孩子在这课程当中呢，他会学习到一些动画设计的技巧。那孩子们呢都非常乐在其中。智光商工多媒体设计科主任吴慧燕应邀担任艺术群动画玩起来课程指导老师。课程中，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操作平板，马上将上课所学技能制作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影片。吴慧燕表示，从同学的课堂作品中可以发现构图、发想都相当有创意。这是福和国中的职探中心动画课程。那它主要呢是在学习逐格动画，好，我们动画的基本的原理。那借由一张一张的照片，然后设定影格，再给他一些背景特效等等之类的，让他呢在动画上面更加的有趣，然后有创意这样子。那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学生在生活上都可以随手就可以拿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用便利贴去做相关的创作，那所以学生有很多的作品都非常的有趣，比如说用贪食蛇的方式去做创作啦，或者是用图形的变化性，然后去做一些构图，那可以激发学生在图像的转换，或者是我们在动画的制作的一个发想。因为我喜欢动画，所以我今天来参加逐格动画的班级，学到就是怎么做动画，然后还有跟同学一起合作。学到什么是逐格动画和怎么制作，还有团队精神，觉得学到的很有趣，觉得很开心。福和国中职探课程师资阵容坚强，邀请5所职业学校专业师资授课，让孩子在欢乐中探索未来，强化职业试探教育往下扎根，达到适性扬才的目标。记者苏建明新北报道。再带你来看，桃园市涉及人口在今年6月份突破了230万人的门槛，是6都人口中唯一持续正成长的城市。而第230万幸运儿是来自杨梅的朱小弟，恰好他在5月20号出生，数字谐音“我爱您，爱上您”，让桃园市长张善政直呼好巧哦，送上礼券礼品，祝福朱小弟健康长大。桃园市涉及人口在今年6月份正式突破230万人，而第230万幸运儿便是这位来自杨梅的朱小弟。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在5号上午特别制赠了礼券和新生儿商品给朱小弟的家人以资纪念。得知朱小弟还恰好在5月20号出生，数字谐音“我爱你，爱上你”也让市长直呼好巧。朱小弟的父亲也分享，当初接到电话还以为是诈骗，觉得十分荣幸儿子能获得独特的纪念。而作为新手父母，他们也考虑1年后再拼一胎，市长也立刻接话，表示会尽全力帮助他们原以再生。因为一开始连续就是郑小姐连续打了3、4通，然后妈妈在睡觉，然后妈妈不以为意，然后后来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是不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有去求证，就是说用那个 Who's Call， 然后去说，是真的确定是政府的电话，就是特别就是请假，然后来带小朋友跟妈妈来颁奖这样子，对，蛮有意义的，给他一个留念这样子。未来打算再生吗？可能有跟老婆讲说一年后啦，1年后可以，如果稳定的话 OK 啦，对，我会尽全力让你稳定。桃园市自升格以来，人口不断持续成长，许多脱北者或是年轻家庭都纷纷来到桃园定居。而根据内政部统计，桃园更是今年6都唯一人口持续正成长的城市。因此，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现场宣言，会继续努力推动完善建设和政策，打造桃园成为年轻人的宜居城市。今年的5月20号，我们桃园诞生了我们第230万位市民，一位朱小弟，在我左手边是我们朱小弟的爸爸。我们桃园从2020年年初225万
到今年5月20号230万，我们人口是6都里面唯一正成长的。正成长的来源，一个是不断的有外地的年轻的朋友搬到我们桃园来就业居住，二则就是像我们猪爸爸这样子，生育的贡献，让我们桃园突破230万人口的大关。今天特别颁一个奖牌纪念我们这个230万的市民，给我们猪爸爸以外，送他一些我们的育婴用品，还有一个小火车的模型。我们希望说，要打造一个宜居的桃园。那宜居的桃园不是我们市政府的官员说就算了，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证明。那么桃园的人口持续增加，就是我们桃园宜居就业最好的证明。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桃园打造一个让猪爸爸可以长期在桃园安居乐业、好好教育小孩的一个环境，让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把他的事业也打拼出一番成就。好，谢谢。桃园市长张善政最后也4星加码，送上一台火车模型玩具，期盼能启发猪小弟成为铁道迷，并向父母保证会全力来完善托育环境，让桃园成为父母生养教育孩子的首选城市。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迎接暑假，国家艺术殿堂卫武营艺术中心今年再度和5星级知名饭店业者跨界合作，联名推出结合景点旅游和艺文飨宴的住宿懒人包，同时也有主题套房和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同步优惠，为国内暑假期间带来不一样的旅宿模式。暑假到来，亲子出游想要来趟不一样的旅程吗？国家艺术殿堂卫武营艺术中心在这次暑假期间，特别跨业结合知名饭店业者，推出景点旅游住宿懒人包之外，更有主题套房和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同步优惠，让艺文飨宴也加入了旅游市场。好，因为我们在卫武营有很多国际来的这个表演团队，尤其是交响乐团，或者说国内从北部下来的交响乐团，那他们在这边演出常常都有过夜的需求。那高雄福华大饭店其实是一个我们从当时开始就一直是非常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伙伴。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尝试在文创商品的部分，我们也有做合作。那另外在去年开始也有了像现在我们各位看到这个主题套房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专案。那这次的住房专案呢，除了在高雄，也特别呢到了新竹、石门还有溪头，让大家可以跟着可爱的吉祥物一起北中南玩透透。那另外呢，像暑假目前的一个住房状况，其实平日呢大概来到了6成以上，那假日呢大概有到7到8成以上。那持续呢还有民众在订房，那相信到时候的订房状况呢会是更加踊跃。集合充满童趣艺术氛围的暑期旅游，让小朋友在想象欢笑中成长外，也可以实体接触。饭店业者用心布置的亲子套房，打造出满满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童趣氛围。业者同时也将联名住房活动拓展到外县市旗下饭店，只要入住，价值超过2000元的周边联名商品，通通都可以带回家。今年呢，那也借由福华大饭店的这个引介，我们的花露露，也就是我们的在同乐节的这个主题人物，还有我们卫武营的代言人之一，或是领路人之一，那他也有了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 Hobby 熊。好，那我们今年呢，就很欢迎，不管是高雄或是南部，或是说我们全台湾的这个亲子家庭们，还有小朋友们来我们卫武营，从7月6号到23号，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演节目、工作坊，甚至还有运动竞赛可以参加。那这一次呢，在暑假饭店也特别携手卫武营推出了一个亲子套房的一个住房专案。那在这个住房专案里面呢，大家可以在客房可以看到我们可爱吉祥物Hobby熊跟花露露的身影。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拿到价值2000元的可爱周边。那这个住房专案像是有依照人数啊，搭配双人房或是豪华家庭房，那每房呢是3999元起。那除此之外呢，像入住这个住房专案，还可以享有像是卫武营同乐节节目的一个购票8折优惠。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在去年就与饭店业者合作，联名专案客房一推出，马上就被抢订一空。今年再度合作，又适逢疫后旅游旺季，势必将替国内暑假期间刷出国旅市场不一样的旅宿模式，更引领一波充满艺文飨宴的亲子旅游话题。花露露同乐节，
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全台最长，同时具有大众运输性质的猫空缆车，在疫情解封、年度大整修后重新开放营运。现在就来一探神秘的猫缆维修除车区，一起来了解猫缆运行的原理，还有车厢及缆线如何维护保养。在北捷猫缆中心主任黄志明指挥下，台北市观光传播局长陈淑慧及旅行社业者共同举起实际体验支撑猫空缆车运行缆线的重量。这里是猫空缆车维修储车区，让长达 4.03 公里、设有25吨座、国内最长缆车线能够正常载运旅客上下木栅猫空地区的秘密就在这里。我们的缆绳在站间原来是靠什么？我们的塔柱把它撑着。我们的塔柱呢，从山下到山上，总共有25个吨座，25。这个地方是我们缆车每个礼拜天的晚上要把它回送到这个除车区里面来做一些清洁、维护跟保养的地方。除了了解猫空缆车运行原理、如何维修保养以及采 L 型路线的原因外，目前只开放学校预约导览的猫空缆车维修储车区，还设有节省区，希望让参观学生学习到更多知识，收获满满。我们提供给国小、国中还有高中的小朋友，可以用班级的形式来这边进行校外教学的导览。那校外教学的这经费非常的划算我们因为在推展年，每个小朋友其实来回的票价包含导览只需要100块。那如果说老师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些比较清寒的小朋友，没关系，在到达现场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那个小朋友是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些服务。我们这里面把我们110年换缆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尊贵的一些缆绳，把它保留下来。例如说刚才看到了我们举缆绳的这一条是我们铰接在一起的缆绳2条之中的其中1条。那还有一些缆绳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旧的缆绳，也把它拿来做一些简单的绳结。我们为什么要简单的绳结？因为其实我们在高山作业，时常需要一些吊挂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些基本的绳结。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提供给小朋友认识一些基本的绳结。在今年疫情解封后，暑假前刚完成年度大修恢复营运的猫空缆车搭乘人数也逐渐回流，尤其外籍游客比例大增，很获好评。I feel excited because I have never lived in a big Malkong Gondola. 109年疫情之后，其实国外的观光客就很少了。那一直到了今年的年初之后，边境开放，我们的观光客开始越来越多。那现在大概差不多2成到3成是国外的观光客了，反而国内的游客也没有，就是也恢复到108年之前的那个运量，所以我们今年的运量其实非常的好。除了鼓励学校到猫缆进行校外教学，暑假期间猫缆也推出星光票活动，每天下午4点后由猫缆动物园站搭车的旅客可以享1趟50元的优惠。欢迎国人夏季傍晚来猫空搭乘缆车，在美丽的山林间享受清凉。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由台南市文化局和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合通杯街舞大赛，第1届获得热烈回响，今年再度回归，不仅有优渥的奖金，还提升了赛制，吸引了30支队伍报名参赛。青少年精彩的舞蹈为合通杯街舞大赛来宣传，今年的比赛进入第2届，期盼透过比赛让青少年培养对街舞的兴趣，增加他们对艺文的热爱，并展现自我。透过团队的合作以及同才的认同，目标一致，同心协力，一起向前。同步呢，他们队员们集思广益，集结了创造一个创新的队伍以及戏剧化的演出，配合特殊的时尚服装的设计，充满了时尚的魅力以及
特殊的文化活力的创造力。今年由 SFC 街舞团协办，不止评审阵容坚强，报名也相当踊跃。高中组有15支队伍，国中组有12支队伍。这次除了团体赛之外，还增加个人赛。同时，主办单位寄出奖金和奖品，相信比赛会相当精彩。非常谢谢合通基金会特别为青少年办了一个街舞大赛。那去年非常的盛大成功，那今年继续来办理，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提供青少年在暑假一个非常正当的娱乐，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一个街舞大赛。比赛将在7月16号登场，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当天也会办理艺术家奖勋的签书会，届时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欣赏。记者杨春怀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这来台湾定居的新住民越来越多。有位越南籍的新住民参加新住民基金开设的美容美甲课程，习得一技之长。除了在武庙市场开美容院外，也卖起了越南春卷和凉拌木瓜丝等美食，吸引了不少客人前来光顾，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好转起来。抓起各式各样的生菜，放进春卷皮里，再摆上虾子和肉片，卷起来。丁小姐做的越南春卷用料实在，一点都不手软。还有凉拌青木瓜丝，酱料也是非常浓厚，越南口味十足，也很符合台湾人的味。生菜春卷，人家应该很少，几乎都没有在放那个葱油。因为我放那个葱油，这样的话就是吃起来口感是有点比较香。我说老公帮我吃看看。咸度够了没？他说可以了他说可以，我就可以了。除了卖家乡味的越南美食之外，丁小姐开店的本业其实是美容美甲。看她为客人修剪指甲的手法非常熟练，受到客人好评。能够有这样的好手艺，她非常感谢新住民基金开设的课程，让她学得一技之长，勇敢创业。主要的话就是我开美容美甲的，外面的话卖吃的话，就是因为有时候白天那个。早上的话，客人是比较少，所以我想说多利用外面的，多煮那个越南美食。可是没想到我煮觉得台湾人就是吃的话就蛮得习惯的。好，我们真的是很感谢我们台湾的政府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提供了很多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可以辅导新住民姐妹在美业的部分能够创业，可以微型的创业，那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并且提升家里的经济力。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新住民发展基金。为了帮助新住民就业创业，习得一技之长，高雄市新移民多元文化促进协会透过新住民基金开设许多适合新住民学习的技能课程，希望能够开发新住民更多就业潜能。像我们这位姐妹呢，她做的美容美发还有餐饮，那在唯一缺乏的就是剪头发的课程，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新住民义剪计划。那这个课程就是培训新住民姐妹剪头发的技能，那让他们可以复合式的创业。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在台湾的国家，我是一个陌生人从越南过来也没有想到那个台湾的政府也给我们那个新住民的很多机会，有学习了很多。因为异国的嘛，我们本身是中餐西餐我们懂，可是至少的话，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帮忙他，对不对？那个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提醒他，还怎么样？来台定居的新住民越来越多，除了操持家务之外，新住民也能够靠自己的好手艺创业就业，分摊家庭经济，在台湾社会中也能够立足。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毕业季是每年求职的高峰，有近20万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目前有60%的企业开缺征才，而人资单位注重哪些条件呢？一起来了解。又到毕业求职旺季，要如何在众多履历中脱颖而出？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人资单位在第一阶段审核履历时，就会先汰除不合适的履历，而在进入面试阶段后，求职者也要避免翻车行为。如果就履历方面的话，那包含了像是过往经历不符，或是学历不符，还有就是太频繁换工作，或者是待业期太长，在半年以上，或者没放照片，这些都可能犯了这个履历的大忌。那至于面试的话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当天爽约，或者是迟到，或者是更改这个面试的日期，这些可能都会踩到人资的地雷。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假设你眼神飘忽或者是说呢，你对职务一问三不知，或者是你这个没有看着对方，眼神不专注的话，等
等等的这些，或者是在滑手机这些可能都会让你的面试的时候被大大的扣分。调查发现，从面试主管角度来看，平均24分钟就能判断求职者有没有符合资格。而求职者与面试官双向交流时，准备完整的自我介绍，以及懂得凸显个人优势，都能让面试过程有好的开始。比较必胜获得青睐的话，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展现出你的主动的学习力，还有你的配合度积极性、配合度高，还有学习力佳的这些有3大特质的，就会得到人资的青睐。那在这里有一个建议，那你必须要展现你跟别人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拿我身为人资主管，我通常大概就问一个问题那你能告诉我你会什么别人不会的吗？或者你能告诉我你会的别人也会，但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在哪里？大概这2个问题，如果他能回答得出来，我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所以呢，我把这2个问题也送给年轻人，也就是呢，你自己要展现出你自己的优势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时薪也好，月薪也好 ，don't care。不要太在乎，应该最重要的呢，你是吸取经验。那这个经验呢，应该是跟你的兴趣能迎合。我们常常说了，这个呢，做自己兴趣的工作，永不倦怠，耐风寒。像最近我们常常在跟很多年轻人在招募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会发现，因为现在科技化进步的非常的好所以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人跟人的一个互动，对以往来说，它是下降蛮多的，所以会发现，在很多跟年轻人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个表达能力其实是需要在自己多练习的。透过表达能力的练习，可以准备一份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那在我们的面试的一个初期，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这样，一般在收到履历表的时候，第一眼当然就是求职者的相片那因为现在也是科技发达，那我们会鼓励求职者，第一个你的相片不要过度的修图。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常常会有那个落差，导致来应征的时候会有落差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这一个统计里面，包含说你的求职的过往的履历的经验，例如说你是太频繁的换工作，也会在我们考量的里面。那再来就是有邀约面试的话，请记得不要迟到，这是我们的特别注意的地方。而面试时，求职者也可能遇到奇怪状况。35岁的 Tommy 就曾经差点踏入陷阱，而光头发型的严先生，则是遇到以貌取人的面试官，让他产生极大阴影。当初去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面试官就看到我的发型是光头，他就说因为我应试的是业务工作嘛，他就说你这样子剃光头，遇到客户不会让客户觉得很可怕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不会，因为我遇到客户的话，我就会用就是比较笑容比较亲和力好一点的表情去跟客户做交谈沟通。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笑一个给我看看，对。然后就进去的时候，里面都暗暗的，有一点像那种地下钱庄的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去面试，然后有3名主管，然后他就是说，先叫我填写履历，然后写考卷，然后写完之后，他们就开始面试，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他们是博弈产业，然后是维修帕庆格机台的方面，对，然后可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是某某科技公司，然后资讯人员这样，我就觉得为什么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调查也发现，求职时名校光环仍然存在，有过半的人资主管表示可以另外谈续薪条件。整体而言，薪资比一般非顶大毕业生多出8%。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第3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征件正式开跑喽，总奖金高达310万。这一次以超演化为主题，分竞技与新秀2组，从7月18起到10月30号开放征件，欢迎全台科技与表演艺术领域的高手踊跃参赛，挑战科技与艺术跨界的无限可能。征件报名正式
启动。第3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征件正式开跑，总奖金高达310万。这次以超演化为主题，分竞技跟新秀2组，从7月18起到10月30号开放征件。得奖者除了有高额奖金，作品也会在2024桃园科技艺术节进行首演，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征件的启动。那么从7月中开始到10月，我们希望桃园有表演艺术创意、有科技应用创意的年轻朋友，把科技跟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展现他们又有科技又有艺术的天分。我相信说，桃园身为6都最年轻的都市，这一块一定能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也很希望说，我们这次征奖的这些得胜者，能够在桃园继续发光发热。那么我们这次奖金也还蛮丰厚的，我相信说，对于所有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广义基金会执行长杨中恒表示，生活在科技时代，未来艺术跟科技会做更多结合，期待科技表演艺术创作者踊跃投件。广义基金会本届也加码提供30万元的广义特别奖，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的全力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培养新的科技艺术家是刻不容缓。所以，作为台湾唯一的科技表演艺术的这个比赛的高峰会，希望全台湾的高手，不管你在哪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的人都看到。那我们今年叫做超演化，就是在疫情过后，我们面临一个更多变的世界，科技也是。那么，从去年开始 ，AI 当道，有所谓 AI 生成的这个新的风潮，再加上5G 还有云端技术，我们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演化、转变、改变人们想法的这些新的艺术跟科技。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除了有优渥的奖金，还为参赛团队规划完整的创作辅导机制。上一届的竞技组首奖得奖者表示，这对科技表演艺术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大的支持与鼓励。这个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奖补助的比赛机制是蛮激励，就是科技艺术创作者还有跨领域创作者来参加，因为其实蛮难的是这个奖补助的机会是针对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结合的创作的作品形式去做甄选，那其实也是辅助我们很多的呈现，就是一开始的小呈现，然后到后续有类似指导老师、指导顾问的创作角色加入。第3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征件到10月30号，竞技组首奖奖金高达100万元，欢迎全台科技表演艺术领域的高手踊跃参赛，挑战科技与艺术跨界的无限可能。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受到许多人喜爱的霹雳布袋戏来到古都喽！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正推出霹雳群侠艺游古都特展，现场规划了6大展区，融入府城古迹景点与诱人的美食小吃，让戏迷近距离一睹大侠们的悠闲时光。霹雳布袋戏来到台南，举办南台湾首场特展，剧中不少超人气角色来到现场，化身霹雳旅行团，当中融入不少府城元素，涵盖古迹景点、在地特色美食等等，同时加入中破塞比赛厨艺场景，让布袋戏英雄展现跟以往不同的面貌，也满足戏迷近距离欣赏戏偶的风采。之前看了电影之后，现在有喜欢的角色，我很喜欢这位唐无玉，所以我就从台北过来看这个特展。我最喜欢唐无玉，他是素还真的师弟，然后现在也是正在昂档的新剧的男主角男一，有很多新的偶展现在这边，然后设计的也很可爱，然后有很多特别的限定的商品。它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英雄，然后会有做一些各式各样的台南在地小吃的料理，然后也会以板的形式来呈现。所以这次的整个的结合其实是蛮热闹的，而且运用了蛮多台南在地的元素。配合特展也推出限量福袋，里面包含布袋戏全套剧集和多样周边商品，也有台南独家的联名商品，提供粉丝来做收藏。这次呢，我们针对台南这个特展其实也规划不少符合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商品，像是我们有出一套的一些小吃的一些收藏卡，
那是用手绘的把台湾的一些小吃用手绘的形式绘出来，然后搭配我们的霹雳英雄角色一起来呈现。除了静态展览和周边商品，还有一系列的互动活动。除了有歌手见面会，还有布袋木偶造型养护讲座，相当精彩。展期直到7月底，戏迷可要把握机会。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法式冰淇淋，至少要有40%的水果含量。要带你来认识一位热爱法式冰淇淋的老板，他决定融入台湾当季水果，做出匠师级低脂无负担的冰品。老板很感谢高雄青年局的青创补助，让他可以拓展厂房，增加冷冻设备，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的通路与大家见面。小朋友兴奋地到柜台结账，橱窗中5颜6色的冰品，这些都是法式冰淇淋。店员先是挖取草莓口味，接着再加入爱文芒果系列，最后交到客人手中。老板佩妮提到，之前在法国吃冰淇淋印象深刻，因为里面的水果含量一定要至少40%以上，这让佩妮想到台湾是水果王国，不如就把在地水果与法式冰淇淋做结合。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吃到当地的法式冰淇淋，然后觉得超级好吃，后来才发现法式冰淇淋的特色是水果含量一定要至少40%以上才能叫做法式冰淇淋，所以我就想到说，那我们台湾是一个水果的宝岛，那用台湾的水果来做成法式冰淇淋应该会非常的好吃，所以后来回来台湾之后，就因缘际会的认识了一位法国的主厨，那他刚好也是想要在台湾开一间法式冰淇淋店。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然后他就来台湾，我们就一起花了2年的时间，那去研发一些用台湾的水果制作的法式冰淇淋口味。小朋友吃着法式冰淇淋，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佩妮也表示，自家的法式冰淇淋与市售冰淇淋的不同，没有化学添加物，匠师也会与当季水果结合，推出精致少量的法式冰淇淋，水果含量有60%，对身体也比较没有负担。我们的话是工匠冰淇淋，就是匠师会依照每一季的新鲜水果去配制出不同口味的冰淇淋，而且因为我们是非常小量的精准的制作，那而且我们的水果含量呢有达到60%，是市售冰淇淋的近2倍以上，所以我们吃起来是会有非常浓郁的水果的风味，可是又不会像一般的冰淇淋这么的甜，然后这么的腻，而且非常的健康低脂。还好有青年局提供的青创补助，让佩妮能够安心扩大厂房，增加冷冻设备，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通路与大家见面。我们也有在做 B to B 这一块，就是我们有在做口味的研发，然后口味的冰淇淋批发。那所以青创补助的话，可以帮我们扩大我们的厂房，并且增加更多的冷冻设备，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通路跟大家见面。那因为我们今年也有一个新的就是活动外汇的企划，那也是需要扩大我们的产量。所以青创补助在这一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非常的大。租金跟生材器具的一个补助，总共15万元。那生材器具主要就是协助青创店家在扩大营业规模，譬如做冰淇淋产品的一些冷冻设备的使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协助青创店家能够营运越来越具有规模，能够越来越好。青年局也提到，今年青创补助已经截止，将近有300家事业通过，也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明年也能申请青创补助。记者苏焕君、何文瑜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寿司集团纷纷到基隆插旗，继藏寿司年初来基隆展店后，另一间号称日本第一品牌的寿司郎也在基隆站前店开幕，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尝鲜。算一算哦，光在基隆市中心就有4间寿司连锁店。回转寿司吃什么？动动手指，各种生鱼片立刻送到你面前。日本第一品牌寿司店在基隆站前店展店，10号开始试营运。品牌特别准备了特别商品鲔鱼级上刺身，让民众大饱口福。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帮助，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然后都在捷运站这边附近，都在交通的要塞，然后停车开车应该都方便。它很新鲜，而且不会让你吃的像安尼，一这 Q 啊。知名寿司店在基隆展店，用餐区总共设置176个座位。享用美食寿司的同时，还可以远眺基隆美景。店内还设置了网美拍照区，超可爱的寿司造型椅，让民众可以拍照打卡。你看这边有那个鲔鱼寿司造型的椅子，坐在这上面非常可爱。然后
这边呢又有一些就是装饰，所以到时候大家来就可以在那边拍个纪念照。知名寿司集团来台第5年，已经有35家分店，基隆站前店成了第36家店，继多家知名的连锁寿司店来基隆展店。业者看好基隆寿司消费市场，来客数渴望持续上涨。食材的话呢，其实蛮多都是进口进来的，然后我们的寿司米还有我们的寿司醋，全部也都是从日本进来的。那希望就是可以提供跟日本相同的味道的寿司。因为这次呢，我们主打的是世界美味，那所以我们就是把世界各地好吃的食材全部网罗进来。以目前基隆市中心原有的真鲜哈马寿司店和今年初加入的藏寿司，而寿司郎在7月10日开始试营运，基隆寿司大战即将开打。我都好吃耶，寿司都喜欢，对，都喜欢。其他的业者来说的话呢，像是有的是比较象征娱乐性啊，或者是强调是季节的一些食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就是互相加成啦。寿司连锁品牌纷纷来到基隆插旗，客群各有不同，主打的风格也不同，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竞争才有选择。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